为了迎接新年，台南市南昆新大天府举办新春开闭送春联，由庙方甲书法家做伙开闭，发送限量1000份的这个春联，有真个乡亲排咧顶领，现场的气氛是闹热滚滚。台南市北门区南昆新大天府迎建庙360周年，今年伫元旦迄天举办新春开闭的活动。咱每一年拢伫即日举办着即个活动，就是讲要互咱的中国的先贤大德来到咱南庙南昆新大天府，当摕到咱一寡大师所写的春联。现场邀请12位书法家来写春联，民众会当家己选择介意的话，请老师写，卖提供2000份春联送予民众。这个新春的时候，拢有请这书法家啦，这条标较有关系来开闭啦，表示讲新的一年要开始啦。欢迎各地信众来到南昆新大天府拜拜，祈求新的一年会当平安顺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